来行刺王爷的。哇，好帅啊！有便宜不占，王八蛋！哇，这画风转的也太快了吧！这亲完了不应该入洞房吗？尹晴柔，在梦里你也太虐待自己了吧！说，你是何方人士？是谁派你来刺杀灵齐王的？哎，拍戏的时候帮孔双双背词儿，好像没有这段啊。难道导演又加戏了？啊，尹晴柔，你也太敬业了，连做梦都是工作啊！不说。好，来人，给我带上来。是。阿广，晴柔，你醒了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呸！你说什么呢？你才死了呢！你又穿上太监服了。别说了，这都是真的，不是拍戏呀。什么真的？不是，这不拍戏是干嘛？哦，对了，是在梦里。阿广，真对不起，你看我做梦都没给你安排个好角色，回去我请你吃好吃的，好不好？说，是不是谢言成派你来的？问别人事情还这么凶，加个请字会死啊！平时被你们这些大牌欺负就算了，可今天啊，我的梦里我做主，我就不说哎。说，是不是？吓唬谁呢？这破道具我见得多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儿个姑奶奶我呀，还就不啊！血！晴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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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广，看见你真好。我刚刚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我梦见别人拿剑指着我啊，但是呢，我坚贞不屈。然后你就把自己送到刀下了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不是说做梦不会痛吗？为什么我感觉到痛了呢？难不成我们做了一样的梦？现在你明白了吧？刚才那些不是梦，不是梦，那是真实的。那我去得找制片主任呢，我可是算工伤的。哎呀，你先看看周围。我的衣服呢？我的衣服呢？阿广，早被几个丫鬟给换了，你才发现啊！哎，笨死你算了。那我们现在是在哪儿啊？晴柔，你听好了，可千万要顶住。刚刚那些，不是做梦，更不是在拍戏。我们，真实的，在王府。王府。不对，你让我想想啊。照这么一说的话，确实好像是这样的。我看刚才的那些人啊，都不是咱们剧组的，而且呢，我也没有看到导演，我也没有看到孔双双。哎呀，孔什么双啊？你还是先想想你自己吧。晴柔，你还没发现啊？我们现在，也许，好像，保不齐，跑不了就是穿越。啊！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！我要回家。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呢？着急有什么用啊？保不齐啊，我们就交代到这儿了呗。不行，不行，不可以！开门！你们快开门！快开门！你要再这么关着我，我就告你绑架！啊！开门！开门呐！王爷，刚才听他们说的，好像真的跟二王爷无关。
但是他们说到了是穿越过来的。穿越？嗯。你可知穿越的意思？是不是他们的暗语啊？他们不是要回家吗？放他们走。开门！开门啊！你们这是非法拘禁，你们知道啊？开门啊！哎呀，都说是古代了，你就别瞎费力气了。阿广，我想回家，我想回家。哎呀，我也想回家。哎，不过他们今天在审我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咱们之前的那个桥段，就是孔双双被土匪劫财劫色，然后跳崖自尽，有人相救的那场。哦，我就把那个桥段啊原封不动的搬了过来。我觉得我讲的也算是声情并茂，声泪俱下吧，他们应该能相信吧？他们会相信吗？哎呦，不管了，阿广，我现在就想回去，不想待在这个地方。哎呀，我觉得当务之急，我们是应该想办法离开这里呀。啊！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嘘。你干嘛？快走啊！王爷，现在怎么办？累死我了，脚都快断了，现在就刀架我脖子上，我也不走一步了。你在我们身上装了 GPS 吗？怎么这么快就被你抓到了？王爷，要怎么处置？这位王子，贝勒，少爷，你看我跟你远日无忧，近日无愁的，你干嘛非要跟我过不去啊？再说了，我们一看就没有钱，我也没有什么姿色，杀了我，你是不会有任何成就感的。带回去。是。干什么呀？哎呀，走！你想干嘛？你说句话行不行啊？王爷，你故意放走那个尹晴柔，他也没有去找二王爷，是不是就证明他和那个阿广并非是二王爷的人？依我看，不如干脆杀了他们，宁杀错，不放过。尹浩，你何时变得如此嗜杀成性了？既然不杀，要不然就放了。他们也待了这么多天了，想必家里人也会担心。放？哼！在我没想清楚怎么跟他算这笔账之前，他休想迈出府门半步。俗话说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哎，你看我来这几天就迅速适应了，你呀就得学习我这种打不死的小强精神。切！再说，我觉得那个冰块脸也并没有想把咱们怎么样啊，抓来这么多天，好吃好喝伺候着，除了不让出去，别的也没什么不好啊。还没什么不好的，你都成了太监了。哎，这不是为了让他们相信我们也是古代人吗？哎，再说，我觉得太监没什么不好的，现在府里上上下下，反正是雌性动物，都对我好的不得了。幸亏我掉下来的时候，兜里还装着那个便携的化妆袋儿，老娘吃饭的东西还剩那么一点儿。只不过来之前斜挎的那个化妆箱不见了，好贵的。哎呦，还老娘呢！
你心可真够宽的。不然能怎么样？每天跟你似的，愁眉苦脸的，我们就能回家了。哎呀，我这几天呢仔细想过了，我们穿越过来呢，肯定是因为那个像飞碟一样的东西，所以啊，我们只要再找到那个东西，就一定能穿越回去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我们怎么样找啊？哎，导航地图还是卫星定位啊？我们也不能总待在这儿吧。再说了，那个冰块里，谁知道他要干嘛呀？哎，你说会不会是因为你非礼了他，所以他就产生了斯德哥尔摩症状，爱上你了？胡说八道，谁非礼他了？混蛋谢延琪，管老娘猪啊！哎呀，小姐，你起了？现在几点了？几点了？就现在什么时辰了？哦，卯时都快过了。卯时又是几点啊？啊，算了算了。啊，对了，你是谁啊？您又忘了，我是王爷派来伺候您的丫鬟呀，我叫喜儿，以后就我来伺候您。哎，别，我自己来就行。还有，你以后可不要叫我小姐什么的，就叫我晴柔或者晴柔姐都行。小姐，喜儿要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你打我骂我就是了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你挺好的，我没说你什么不好呀。那小姐干嘛不让我伺候你，还让我叫你的名字？那是大不敬啊！哎呀，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以前在家习惯了。哎呦，随便你了。小姐，喝粥。看来阿广说的对啊，在王府也没什么不好的。王府当然好了。